呢排大家去公立醫院排隊，係咪覺得條龍越排越長？而且仲聽到話公營醫療可能要加價嘅消息，搞到心慌慌呢？各位長者朋友，仲有各位幫緊屋企老人家處理醫療券嘅後生仔，今日呢段稿你一定要由頭到尾聽清聽楚，因為我要同大家拆解一下，點樣喺呢個公營醫療加價嘅風潮入面，利用手上嗰2000蚊醫療券，變出更多嘅價值，甚至係幫你攞多500蚊嘅獎勵。好多人以為醫療券淨係感冒發燒先去睇醫生用，其實咁樣真係好浪費，簡直係蝕底到暈。我哋今日唔講廢話，直接入正題，教你點樣做個醒目長者，將呢啲福利發揮到極致。講到公營醫療加價，大家最擔心嘅梗係急症室同埋普通科門診。以前話就話幾十蚊、100蚊搞掂，但如果真係加到去100-200蚊，對於好多靠長者津貼或者退休金過日子嘅老人家嚟講，都係一個負擔。所以醫療券嘅角色就變得前所未有咁重要。首先，大家要記住一個基本數字，就係只要你年滿65歲，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，你嘅醫健通戶口入面每年就會自動入賬2000蚊嘅醫療券。呢2000蚊係可以累積嘅，上限係8000蚊。但係好多老人家一係就唔捨得用，一係就亂咁用。我話俾你聽，醫療券最正確嘅用法，唔係等有病先去醫，而係去做預防。點解我要強調預防？呢度就涉及我要講嘅第一個重點，亦都係好多人未必知得好清楚嘅獎勵先導計劃。政府喺2023年推出咗一個叫長者醫療券獎勵先導計劃嘅嘢，簡單嚟講，就係用1000送500。只要你喺同一個年度入面累積使用1000蚊或以上嘅醫療券，而呢1000蚊係用喺預防疾病或者管理慢性疾病嘅用途上面，政府就會自動喺你個戶口入面再加多500蚊獎勵俾你。呢500蚊獎勵係額外嘅，唔會計入嗰8000蚊嘅上限入面。咁有咩用途算係預防疾病呢？例如你去私家醫生度做體檢，去打流感針，去牙醫度洗牙，或者係去視光師度驗眼配眼鏡。如果你係有血壓高或者糖尿，你去參加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去睇醫生做檢查，呢啲都算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本來就要去洗牙，洗一次牙可能要700-800蚊，你再睇多2次中醫調理身體，加埋夠咗1000蚊，你個戶口就會多咗500蚊出嚟。呢500蚊你下次去睇感冒或者去睇私家專科都得。咁樣計落，你係咪變相多咗好多錢去應付日後公立醫院加價嘅開支呢？不過有一點大家要留意，呢500蚊嘅獎勵係有期限嘅，通常係要喺下一個年度之前用咗佢，如果唔係就會作廢。所以大家唔好做守財奴，見到戶口有錢就應該喺適當嘅時候用。講到適當嘅時候，我就要提提大家，如果你哋兩公婆都係65歲以上，咁你哋就更加要善用配偶共用醫療券呢個功能。以前啲醫療券係各顧各嘅，老公有老公用，老婆有老婆用，但係往往會出現一個情況，就係老公好健康，戶口爆咗上限8000蚊都未用過，老婆就多病痛，2000蚊眨下眼就用晒。而家好啦，政府終於開竅，容許配偶共用。只要你同你嘅配偶去任何一個有參與醫療券計劃嘅醫護服務機構，雙方出示身份證並登記連結戶口，咁以後就可以互通有無。呢個功能點樣用得最醒？舉個例子，如果老公個戶口已經到咗8000蚊上限，今年再入嗰2000蚊入去就會被沒收，因為上限死位就係8000。呢個時候，老婆如果想去做一個全面啲嘅身體檢查，或者想配一副靚少少嘅漸進眼鏡，可能要用到3-4千蚊，老婆自己嗰2000蚊唔夠用，呢個時候就可以直接扣老公戶口入面嗰啲錢。咁樣做唔單止可以幫老婆解決醫療需要，仲可以防止老公戶口啲錢因為過額而浪費咗。呢啲就係所謂嘅智慧理財，老人家嘅醫療開支都要理財㗎。不過兩公婆連結戶口嘅時候，
記得要一齊親身去一次醫療機構度做登記，唔使預約，只要嗰間診所有參與醫療券計劃，你同護士講話要做配偶連結，佢哋就會幫你搞定。一旦連結咗，每次用錢嘅時候，系統都會發短信去你哋登記嘅電話度，咁樣就唔怕俾人盜用或者亂扣錢。講完點樣攞獎勵同埋兩公婆點樣分錢用，我哋要講下錢要使喺刀口位。面對公營醫療加價，好多長者最怕就係要去公立醫院排期睇專科，一排就係2、3年。如果你手上累積咗幾千蚊醫療券，加上嗰500蚊獎勵，其實你可以考慮一啲私家嘅分流服務，例如一啲小手術，或者係初期嘅物理治療。好多長者骨質增傷或者關節痛，去公立醫院可能淨係俾止痛藥你，但如果你肯用醫療券去睇私家物理治療師，做下儀器治療，做下運動治療，其實個康復進度會快好多，生活質素亦都改善好多。仲有中醫，香港好多長者都中意睇中醫，而家大部分嘅註冊中醫診所都可以用醫療券。中醫唔單止係睇感冒，更重要係治未病。你去揾中醫調理下脾胃，固本培元，身體強壯咗，自然少啲機會要去急症室排隊。而且而家中醫診所仲可以開袋煎藥，對於住喺屋企唔方便煲藥嘅老人家嚟講，真係好方便。記住，只要係用嚟調理身體、預防疾病，都可以計入嗰1000蚊嘅累積消費入面，幫你贏取嗰500蚊獎勵。另外一個長者好容易忽略嘅範疇就係視光服務，老人家視力退化、白內障或者青光眼呢啲問題好普遍。雖然醫療券可以用嚟配眼鏡，但每2年最高只可以用2000蚊喺視光服務上面。我建議大家唔好淨係諗住配副金絲眼鏡，而係應該揾個註冊視光師做一個詳細嘅眼科檢查。如果發現有白內障徵兆，可以早啲去公立醫院排定隊，或者用醫療券去私家診所做詳細諮詢。不過，雖然醫療券好用，但我都要提醒各位老人家，千祈唔好俾人呃。市面上有一啲不法商人，或者係一啲唔係咁老實嘅藥房、診所，見到老人家有醫療券，就會抬高個價錢。例如一支普通嘅藥膏，平時賣50蚊，見你用醫療券就收你100蚊。又或者一啲眼鏡鋪，明明副眼鏡幾百蚊，佢就氹你用盡嗰2000蚊限額。大家要記住，醫療券係你自己嘅錢，係政府俾你嘅醫療儲蓄，用嘅時候要問清楚價錢，最好有後生仔陪同，或者去一啲信譽良好、連鎖式嘅醫療機構。如果你想查詢自己仲剩返幾多錢，或者想知自己攞咗嗰500蚊獎勵未，其實好簡單。你可以叫後生仔幫你喺手機下載個醫健通應用程式，入面清清楚楚列晒出嚟，你幾時用過錢，喺邊度用，剩返幾多。如果你唔識用手機，都可以打去醫療券嘅查詢熱線，或者去各大郵政局、一啲地區康健中心，嗰度嘅工作人員都會好樂意幫你查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，如果我唔喺香港，去咗內地退休，咁啲醫療券係咪就廢咗？絕對唔係，呢個係另一個好消息。而家醫療券嘅使用範圍已經擴展到大灣區，除咗最早嘅港大深圳醫院之外，而家仲有好多個試點，包括深圳、東莞、廣州、中山等地方嘅指定醫院同牙科診所。如果你打算返鄉下長住，或者成日上去玩，記得查清楚嗰啲試點名單。喺內地睇牙或者做體檢，個價錢通常比香港平一截。你嗰2000蚊醫療券喺內地可以用得更加見使。我總結一下今日講嘅3個醒目位：第一，每年一定要用夠1000蚊喺預防性醫療上面，咁樣你就可以額外攞多500蚊獎勵。呢個係無本生利嘅嘢，唔好唔記得領取。第二，兩公婆一定要做戶口連結，靈活調配資金，避免因為過咗8000蚊上限而浪費咗政府嘅福利。第三，要有長遠眼光，將醫療券用喺改善生活質素嘅項目上，例如洗牙、驗眼、
物理治療或者中醫調理，而唔係等大病臨頭先去諗點樣用。面對公營醫療加價，我哋唔使驚，最緊要係識得運用手頭上嘅資源。政府俾得呢啲福利我哋就要用得聰明，用得其所。醫療券唔係零用錢，而係你健康嘅保障。希望各位老人家都能夠善用呢啲資源，身體健健康康，自然就唔使去醫院排長龍，受加價之苦啦。如果你身邊有長者朋友仲係傻下唔知點用醫療券，或者仲係將啲錢放喺戶口度發霉，記得要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聽。尤其係嗰500蚊獎勵，係有時限㗎，過咗就冇。大家快啲去查下自己個戶口，睇下今年用咗幾多，夠唔夠1000蚊？如果未夠，不如就趁嚟緊呢幾個月去搵牙醫洗個牙，或者搵中醫調理下，順便攞埋嗰500蚊獎勵啦。最後我想再補充一點關於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。呢個計劃係而家政府大力推行嘅，如果你係45歲或以上，其實就已經可以參加。但對於65歲以上嘅長者，你仲可以用醫療券嚟俾嗰啲共付額。參加咗呢個計劃之後，政府會資助你喺私家醫生度做篩查，睇下你有冇糖尿或者高血壓。如果有，佢哋會長期跟進你嘅病情，而你每次睇醫生只需要俾一個好少嘅共付額，通常係100幾十蚊。咁樣做嘅好處係，你可以有一個固定嘅私家家庭醫生幫你睇住身體，唔使每次去公立醫院排幾個鐘頭先見到個醫生5分鐘。而且呢啲支出同樣係可以計入嗰1000蚊嘅累積消費入面，幫你攞到嗰500蚊獎勵。所以話政策係死嘅，人係生嘅。只要你肯去了解，肯去問，你會發現其實政府都有唔少配套幫大家應對醫療成本上升嘅問題。最怕就係大家懶得去理，或者覺得好煩啊，唔識搞，咁樣就真係白白浪費咗呢啲屬於你嘅福利。如果你對醫療券或者配偶共用有任何具體嘅操作問題，其實去醫管局或者衛生署嘅網站都有好詳細嘅說明。大家要記住，健康先係最大嘅財富，而醫療券就係幫你守住呢份財富嘅工具。希望今日呢啲分享可以幫到大家，令大家喺未來面對公營醫療變化嘅時候，可以更加淡定，更加有預算。記得錢要使，但要使到最醒。我想問下你或者你屋企嘅長者，係咪已經成功攞到嗰500蚊醫療券獎勵啦？定係你哋仲未搞配偶連結？如果你哋喺申請或者使用過程入面遇到過咩困難，或者發現邊間診所用醫療券特別抵，不如話俾我知，等我下次可以同更多人分享。既然講到呢度，我再同大家深入啲分析下，點解政府要咁大費周章去搞呢個500蚊嘅獎勵計劃？其實道理好簡單，因為而家香港人口老化得好犀利，公立醫院嘅負荷已經到咗臨界點。如果每個人都等到大病先去急症室，公立醫院就算加價加到500蚊一次，都係解決唔到問題。所以政府想用呢500蚊做誘因，鼓勵大家多啲去私家診所做預防工作。你可以將呢500蚊想象成係政府俾你嘅健康利是。攞呢封利是嘅過程，其實就係幫你自己做身體檢查嘅過程。試諗下，如果你平時唔捨得去驗身，而家因為想攞呢500蚊而去驗身，結果發現咗一啲初期嘅小問題，及早醫好咗，咁你慳返嘅唔止係醫藥費，仲有你嘅健康同埋屋企人嘅擔心。呢個先至係醫療券同埋獎勵計劃嘅真正用意。所以唔好再覺得搞呢啲嘢好麻煩啦，只要你帶埋身份證去一轉診所，同姑娘講聲，好多嘢佢哋都會幫你喺電腦度搞定。香港嘅醫護人員其實都好專業，佢哋好清楚呢啲流程，只要你開咗個口，佢哋就會幫你登記埋醫健通，連結埋配偶，一勞永逸。面對公營醫療嘅改革同加價，我哋作為市民，最重要係識得轉身。以前依賴晒公立醫院嘅年代已經慢慢過去，未來嘅趨勢係基層醫療，即係喺社區入面，喺你屋企附近嘅診所。
搞掂晒啲小病小痛同預防工作。醫療券就係你進入呢個新醫療模式嘅通行證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重點都已經交代晒俾大家。由獎勵計劃嘅攞法，到配偶共用嘅秘訣，再到點樣應對公營醫療加價，相信大家心中都有咗個預算。大家記住我今日講嘅嘢，做個醒目長者，善用醫療券，一齊為健康加油。